我媽媽今年已經87歲，自從佢做完心臟手術後，體力就明顯冇以前咁好，行一陣就要坐低休息。朋友見到之後就介紹凌亞紅俾我哋，我覺得媽媽飲咗之後，成個人都精靈咗，行得快咗，仲靚咗添。而家啲街坊都跟我叫佢做公主啊！踏入更年期，我都會擔心皮膚變黃、皺紋越嚟越多，同埋情緒波動大㗎。而凌亞紅就能夠幫我輕鬆過渡更年期。飲咗凌亞紅之後，冬天都唔會覺得手腳冰凍，眼尾嘅細紋仲明顯減淡咗。老公仲讚我白裏透紅添。咁阿女見到我皮膚好似凍齡咁，仲要話同我一齊飲添啊！我一直都有飲中藥去調理經期時候唔舒服，後來聽朋友介紹飲咗凌亞紅之後，身體改善咗好多。凌亞紅嘅味道酸酸甜甜都唔錯，咁我就日日飲啦。3個月之後，我已經身體好似 reboot 咗咁樣，面色由之前好黃變成白淨咗，連經期時候嘅肚脹都消失埋添啦。Hello， 我今年75歲啊，年紀咧真係逐漸大咗一啲啦。前排咧又身體出現咗啲毛病，咁要長時間休息。咁樣個女咧就提議我飲啱啲病嘅凌亞紅，咁我咪試下咯。我中意飲㗎，每一日都飲3包。佢幫助咗我好多，精神咗好多，依家望嘢都清楚啲。我會繼續飲㗎。